年基金嘅，咁為家庭經濟有困難嘅兒童咧，就提供一啲助學嘅計劃啦，同埋可以等更多小朋友嘅學業啦，同埋喺課外活動上邊咧有更加多嘅援助嘅。咁何詩詩咧今次咧仲親自咧同我哋設計咗2款非常之獨特精美嘅輕便小袋。咁咧呢個喺我呢個購買睇過㗎啦。咁咧而喺8月11號咧，我哋更加邀請咗何詩詩出席我哋喺海運大廈展覽大堂舉行嘅一個義賣簽名會。咁當日咧其實只要捐出400蚊。咁俾呢一個何詩詩嘅慈善基金啦，咁就可以得到我哋呢個 Kio 成何詩詩嘅精美輕便小袋。咁呢個袋裏邊咧，仲會裝住我哋亞馬遜白泥細緻毛孔系列裏邊嘅深層潔膚霜啦，同埋一個深層清潔面膜。咁另外，除咗可以得到咁精美嘅袋同埋產品之外咧，更加有機會可以出席我哋嘅簽名會，咁得到何詩詩嘅親筆簽名啦。咁而多謝咧大家對呢一個慈善活動嘅